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书。今天是2025年10月8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什么叫财富自由啊？咱们在网上经常看到这样的讨论啊，什么样的情况、什么样的条件就叫财富自由，实现了财富自由。当然了，在网上也会经常看到一些这个帖子啊，对吧？说什么月入1万、月入2万，对吧？月入多少，然后这个一年几年能攒多少，多少财富能基本上解决生存问题。有房有车，老婆孩子都要保留多少现金，对吧？才能解决生活问题，才能衣食无忧，对吧？这样的问题啊，这样的讨论啊，经常在网上充斥各大社交媒体，甚至经常这个陌生人之间打招呼的吧，互相总有人问你是不是实现了财富自由。所以这一期咱们就聊一聊什么叫财富自由。说到财富自由这个胡润应该很有发言权。这个胡润每年对吧，他要发布什么胡润富豪榜、胡润各种榜单对吧，百富榜，还有这个中国百富榜。从1999年开始他就发布这个中国百富榜，主要是聚焦中国大陆的企业家，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财富榜单之一。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胡润他是怎么看待这个财富自由。大家看视频财富自由的门槛到底是多少呢？我几年前我算了，我是分3个阶段的：入门级、中级和高级的。然后入门级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的，我算的是1900万的，然后中级就6500万人民币的，然后高级的那就1.9亿人民币的。然后它主要就是包含2个资产的，一个是你自己常用的房子的，然后第二是你可投资的资产。我是这样子来算的，我认为入门级就是能住在一个120平米的一套房子，但是不是在市中心，而是在离市中心比较近的。然后到了中级的，你可能有2套房子常用的，一个是250平米的，但是这次是在市中心的，另外一套房子的是200平米的。到了高级的时候，那就住在市中心的最好的位置的400平米的房子，我这里就差不多到顶了。当然有一些企业家愿意住在1000米再多也有的，可能就是有另外一套房子在三亚还是在什么，再加上这个生活费的，就是要有一些可投资在内的。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所有的榜单上的企业家早就已经财富自由了，因为中国的门槛是50亿人民币的，那在我们的全球榜单就是10亿美金的，相当于75亿人民币左右吧。说明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家持续往前走，不是为了钱，哪怕他稍微多一点的也改变不了他的生活方式。那他的动力肯定就是要引领行业的，还是把企业能做得更好，把他周围的环境能变得更好，把他的产品能变得更好等等，就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当时做那个财富自由的报告的一个启发点的。我记得我就发布这个报告之后，就是有好多的评论的，其中好玩的是有一些人就给我写的是他达不到这个财富自由门槛，但是他可能已经是水果自由了，他什么水果都能吃了类似这些东西的。财富自由可能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梦想。我采访的企业家过程中，我就发现他们基本上想达到财富自由是45岁了，能在45岁之前能达到的其实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目标。然后我就发现每一个年龄段其实都不一样的，可能就是早年的，就是70的、60的，他们就是达到财富自由45岁的还是继续往前走了。但是还有一些，特别是80后、90后，我就发现他们对财富自由的理解是真的不一样的。他们就认为就是到了45岁之前，我一定要退出一线，要换个环境的，因为他觉得够了，然后在另一个领域再继续做了。其实这个也是最近我接触的企业家比较多的，也就是这样子来做的。所以好，你有没有达到财富自由呢？努力努力吧。胡润倒说的比较简单他认为财富自由分3个等级。他认为在中国有1900万人民币，他这个人民币不说全是现金它应该是指的是净资产，就是你的这个资产把你的负债减掉，净资产1900万，你就这个财富自由了。但是国际上通用标准折算一下大概是2100万人民币就财富自由。那跟这个胡润呢实际上是差不多量级差不多，1900万一个是2100万。那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财富自由的一个看法。怎么说呢？在中国我觉得财富自由是一个伪命题它是个伪概念。它不仅说每个人要求不一样，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看法不一样，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对财富自由的这个看法差
差距非常大，甚至我们自己呀，每个时间段、每个这个不同的环境下，你对财富自由的这个标准都不一样。这个你不能否认啊，人的这个欲望、人的这个贪欲啊，它是在膨胀的。所以在这个说法下啊，我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什么财富自由。那财富自由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有花不完的钱，还是花不完的时间？是为所欲为，还是说只是吃饱就行？衣食住行要到顶级，还是说随遇而安？但是我有大把的时间，就等等啊，这个财富自由就非常这个难以去评判，对吧？它没有一个标准啊。如果说钱的话，你看看啊，李嘉诚、李超人已经90多岁了，他现在对吧，已经行动都不是特别方便，还借助轮椅，但是你看他每天都很忙，他是没有钱吗？所以第一个啊，我认为啊，美西方啊，资本主义国家咱就不说了，因为这文化背景还不太一样，对吧？这个环境呢，各方面不一样，咱们先不提。我说的是咱们这种文化下，财富自由大概率是个伪命题。首先一个，这个咱们应该要搞清楚，所谓的财富自由，首先你得时间上是自由的。时间上自由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你有大把的时间，你可以决定你24个小时干什么，不要说牛马韭菜了，对吧？你能决定的就是你每天按点去上班，就是这些成功的企业家，就是李嘉诚，对吧？或者是马化腾这样的人，他那时间也不是自己能支配的，他有个专门的一个秘书啊，他的秘书助理恐怕这4、5个人呢，把他的日程安排的非常满，不能有一点错误，对吧？几点干什么，几点要参加个什么活动，几点要开个什么会，很多人恐怕难以想象啊，认为这个有钱人那不是想干啥干啥，其实不是的啊。就我认得的这些有钱人，所谓的有钱人啊，这身价几十亿、上百亿的，他那个从早上眼睛睁开到晚上睡觉，可以说啊，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就是自己能支配的。大家恐怕还记得王健林不是接受个采访吗？他不有一阵子他已经退到2线不出来，为啥呢？太忙。但是就是这样啊，退2线，他的时间也不是他的，为啥？他老被下面人，对吧？被他的那总裁安排着见这个见那个，因为人家到万达来参观，或者万达到什么地方投资啊，什么地方政府的，对吧？这些领导来万达，那必须要王健林出来的吧？你要不出来，那就是不懂事，没礼貌，对吧？曾经是首富王健林，那也得出来，所以他的时间根本不是自己能定。他如果不出来，那就是对下面这个副总裁或者是其他的总裁不支持，对吧？对人家工作不支持啊，你就属于不给人家资源，这个也会闹矛盾。就是王健林身体再不舒服，都要强撑着出来见一面，这是对下属工作的一个支持啊。这还不光是说给对方给客户面子，所以在中国这个文化下啊，你做到这个份上，你的时间不是你自己的。所以第一个前提是你有没有时间自由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牛马韭菜好像说我有的是时间，对吧？你看我一下班，对，没人找我，周末我能自己安排，我还可以休假，甚至我一不高兴可以辞职，一辞职时间都是我的。但是有时间的没有钱，我记得有一首歌的吧，好像说什么我要去桂林，好像去桂林旅游吧，我要去桂林，什么有钱的时候没时间啊，有时间的时候没钱，总是两难全呐。所以第一个啊，你要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，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，你不想干什么就能不干，而且你不用考虑会影响别人，也影响不到别人。第二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有钱，这个有钱指多少？这个胡润说了啊，他说1900万啊净资产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们只能说多多益善，就是越多越好。你说多少可以呢？我觉得不要说1900万了，给你100万，你也能实现财富自由，对吧？这个你有时间，100万，你看你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的财富自由，对吧？你出行就是扫共享单车，你每天对吧，就是馒头加榨菜200开，对吧？租个房子住，或者是鹤岗搞一套房子也可以啊，没什么不行的啊。整一个便宜点的手机，再研究研究那个云山的那个套餐，对吧？搞个最便宜的套餐，你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。那也就是这个自由，你是保持什么样一个生活水平？你如果一个月花就按3000的标准，一年大概不到4万块，你算去吧。一个月花3000，那有的人认为这还相当奢侈啊，这水平还不低啊。所以说啊，叫丰俭由人，就是你那个财富自由是什么这个消费的标准。第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他人是在变化的。你今天认为你现在是个财富自由，但是过不了1年2年，你恐怕就觉得不是了，你又后悔。我在这个以前节目一直说过啊，我刚毕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工资好像是600一个月，600多吧，乱七八糟加起来。但是我工作正好赶上国企那个什么困难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第一个月去工资发的是1个月工资，老天开眼，知道吧？从第2个月开始，好像开始就发
发半个月工资，还有半个月工资欠着，所以我发的时候只有300多，只有1个月发了600多。但是就这样，我觉得我过得还可以，也就是类似于馒头加榨菜，然后住不要钱，好像1个月20吧，就交那个宿舍什么什么费，我还欠着呢。因为厂里欠我半个月工资还不发呢，对吧？厂里欠我更多。我那个时候就想着啊，如果我1个月要挣5000块，那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？那就是财务自由。结果啊，很快还没过2年，对吧？我去北京打工啊，那1个月就不止5000了，而且很快1个月就过了1万收入啊。我一点都不觉得什么财富自由啊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啊，1个月5万还差不多。那是20年前啊，我认为这个1个月5万的收入啊，那在北京还总可以，快活似神仙呢。结果啊，很快啊，我收入就过了5万1个月，但是依然啊，觉得远远不够，根本就不够花。后来啊，一天5万块，才觉得哎，这个收入还不错。但是很快啊，也就觉得不行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人的这个欲望，它是在膨胀的。随着你越走越顺呢，你的野心越来越大啊，欲望膨胀越来越大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而且随着你的收入越多，你的时间越不自由。这个大家肯定看过那个叫流浪大师沈巍啊，对吧？他以前那他可是称得上是叫自由，对吧？他就捡垃圾分类，穿的破破烂烂，脏兮兮的，长头发，哎，那个时候实际上他那个时候才叫自由。现在啊，你看到这网上竟然刷到他的切片，他现在写字，对吧？画画卖钱，然后打赏直播，就他搞个直播基地，那么多主播啊跟着后面播，也就是他及时的啊抓住这个直播这个风口，移动互联网。我看这个沈巍啊，反而失去了自由。虽然他的现在收入啊，这个生活条件比5年前那强多了，对吧？那提高的不是一个档次啊，那好几个档次，但是他离财富自由是越来越远，不是越来越近，甚至可以说啊，他的烦恼啊比那个5年前6年前的多了。实际上这些都不重要啊，最重要的是在当前这个环境下，财富越多反而不一定安全。也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个，认为这胡说八道。我就看见有钱人舒服了，有钱人很风光，但是啊，你还是只见贼吃肉啊，没见贼挨打。以这个胡润啊百富榜来说啊，他还1年1期嘛，你把他这么多年啊，那百富榜拉出来看看。我在10年前我就说过了，这哪是什么胡润百富榜，这就叫胡润杀猪榜。现在出事的都是首富啊，对吧？远的不说，就说许老板是不是在蹬缝纫机啊？多少那个首富富翁都身陷囹圄，对吧？这个王首富，你看看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，而且随时对吧被限高。我不一一举例子啊，大家自己去看这个胡润百富榜，经常上榜的人现在都在哪里？都在干什么？现在他们不要说什么啊财富自由了，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自由，对吧？许老板还在蹬缝纫机啊，飞机游艇再多，豪宅再多都不是他的。再想一想，不写首富，生前荣耀之治，这死后啊，这个恐怕还要身败名裂，还搞不好后面还有灾难。这是现在这风向不好说啊，对吧？动不动保不齐这刮什么风，妖风，对吧？要清算他也有可能啊。有钱人没有一点点安全感，所以他们对吧，稍微有点钱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把资产要转移。有钱人转移资产方式很多啊，就是你所看见的这有钱人还在国内折腾上蹿下跳，实际上他资产已经全部转移到国外去了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比如上市公司的大股东，他还在这经营，对吧？他还在这，就像那个胡润所说的，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，他还在这各个行业里面啊深耕，还要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等等，说的很好听啊，但实际上你看他把自己的股票质押给银行，那钱不就出来了吗？钱一出来，他把这个钱呢通过各种手段，去了瑞士或者去了新加坡，你能怎么样？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，他钱已经出去了。国内这个股票啊还在他名下，但是已经质押给银行了，好坏都是银行的，但是不影响他的控制权，就这个企业还是他的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？就所以说他还在这企业里面指挥啊，在这干活。好了，他接着再套现一批，不好了，他就这么着，就横竖他钱已经套出去了，对吧？如果实在不行啊，这个经营不上啊，这个行情不好，这个实体经济啊难，那撑个几年撑不住，这个上市公司要退市，那就退呗，反正人家那个股票押给银行了，那都是银行的，你自己想办法处理去呗。对吧？我这个钱已经润出去了，对吧？下一代都在国外，不都这么玩吗？这个胡润他说的也对啊，这个不同年代的这些老板啊，所谓的这个财富自由的人，他们对这个财富对这个观念是在变化的。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啊，比如说这个80后，他毕竟对吧，这个一代啊，你像那个娃哈哈的叫宗馥莉，他不就是2代吗？一代是创打江山的，2代他想法不太一样了，打江山的总是苦哈哈的，就像李嘉诚那样的蜡烛成灰泪始干，春蚕到死丝方尽，就是他一直要干到两眼一闭，否则他停不了。但是
这个很多二代啊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没有一代这种叫吃苦吧。没苦硬吃，有福也不享。二代不太一样了，二代他到了这个下班时间啊，他要么去打高尔夫，要么去钓鱼去了，或者干其他的，反正他有自己的爱好，对吧？周末他也不去上班，也就是说二代会更讲究这个生活，在生活这块时间多一些，他跟一代不一样。但是往往啊，二代啊他长不了，对吧？一代打江山的时候，他是各种手段都用，是拼过来的。二代面临这些复杂情况，环境也变了，所以很难把握局势啊，这个容易出事。再加上对吧，它环境在变，这政策啊总是在轮回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。那这样的话，咱们还有一句老古话叫富不过三代。事实上就这样，富不过三代。你要在这儿，不光是这儿，实际上这个，我觉得美西方也有这个说法啊，也有这个现象，叫富不过三代。所以现在搞什么家族信托，想让这个荣华富贵啊能够传承的远一点，这想法是好的啊，但是真正成功的也是少数，就是靠家族信托啊把这个财富传承下去，成功的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人最终都是失败。什么家族信托，最后也是没了。所以说了半天财富自由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还是要调整心态，否则你就要为自己所累。绝大部分人达不到自己所说的那个财富自由，但是却为这个虚妄的这个概念所累，也就是自寻烦恼。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财富自由这个虚假的概念，就你要知道，就没有什么叫财富自由，只有自己的贪欲，对吧？你要控制好自己。你说我累了，我不想干活，那你就歇着。你说我精力充沛，我就想出人头地，对吧？我就想飞得更高，像烟花一样，对吧？绽放的更加绚丽多彩，那你的做法就不一样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精力有限啊，你总经常感觉到自己累，对吧？老想放弃，这种性格的，你就要调低一下自己的欲望，对吧？你就要适应馒头加榨菜，你觉得挺好，然后一天就上8小时班，多了你也不上，对吧？给多了钱你也不干，也没毛病，对吧？你要想明白了，你反正多1分钱你也带不走，你钱再多，你睡觉就是1张床，对吧？你不能同时睡2张床，没有意义啊，对吧？你一天也就吃3顿，你胡吃海塞，你能塞多少进去呢？对吧？吃多了都是病。然后你要向往那种，对吧？每天各种应酬，对吧？出入各种这个楼堂会所，实际上时间长了，你也会觉得无聊累，因为毕竟你去，恐怕你都是见人就要陪着笑脸了，是你要陪着别人笑啊。我认识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啊，我不说了，是上海的，而且非常的。在 IT 这里面也是个枭雄啊！他们公司在上市之前，对吧？以前在深圳拓展业务，这老板天天就拿这个拎着一瓶酒啊，在 KTV 里面各个包间里面窜，见人就敬一杯，常年这样，很多老板都这样，不光他一个人。他现在财富自由，按照这个胡润的说法，那肯定是，但是啊，能不能守得住啊？最后会不会，对吧？像那些房地产的老板一样，最后沦落为去蹬个缝纫机，这个都不好说啊，对吧？大家也知道啊，在咱们这个环境下，你要搞一个公司上市，这里面没有原罪吗？这里面没有问题吗？对吧？只要查总是有的，你要随便查一个，随便翻一条，对吧？你就进去了。今天啊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，这个纯粹是瞎聊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我也看的是胡润发的这个视频，说了这个财富自由。实际上所谓的财富自由，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在能够保证自己健康生活的前提下，时间和心灵上的自由，这就够了。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牛马和韭菜这个毕生追求啊！你追求其他的真的是多余，而且迎接你的只有失败。只有在保证健康生活的这个前提下，对吧？你有时间上的自由和心灵上的自由，这个才是你该追求的。剩下的不过是如何平衡这中间的关系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